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4年的2月1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147篇第1节到11节，箴言12章第10节到21节，加拉太书第5章第2节到15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灵里的自由。前一阵子有一个网络节目违反规定的邀请了从中国来观光的网红，他公开在节目上揶揄并且取笑一位身障的人权律师，让众多的台湾人非常的生气。对人的态度是如此，就基督信仰角度来看，就代表的一个人的品格的低落。这无论是一个发言者啦、节目主持人啦，或是节目的公司都一样啦。基督徒不但要懂得尊重他人，特别我们知道，对于那些身心障碍有困难的人们，我们要尊重。我们更是要对于环境、对于动物特别的爱护。今天的经文箴言12章第10节也这样的教导：正直的人爱护动物，邪恶的人残害牲畜。这是很实际的一个提醒，被称为义人，台语的翻译了的基督徒呢，应当要关心动物。箴言12章第10节到21节继续又论道，他说：勤劳的农夫食用无缺，追求虚幻的人愚不可及。邪恶人终日想做坏事，正直人坚定而不动摇。邪恶人掉在自己的口舌圈套里，但正直人必安然脱离患难。人从自己的言行得到奖赏，并将获取应得的酬报。愚蠢人自以为是，明达人听从规劝。愚蠢人一恼怒立刻显露，精明人能够容忍侮辱。说实话显示公正，作假证伤害无辜。出言不慎如利剑伤人，言语明智如济世良药。撒谎的舌头瞬息即逝，诚实的嘴唇永垂不朽。涂抹恶事的心存诡诈，促进和平的充满喜乐。正直人无往不利，邪恶人祸患不息。箴言又继续的谈到，人呢从自己的行为得到奖赏，其实应该讲说被审判或是说报偿。人自己的行为就代表了自己的生命品格，也因此需要面对自己去处置之后的一个结果，就如同那一位中国网红一样。后来他被台湾驱逐出境了，又遭到他侨居的日本国会议员的审查。基督徒必须要能够从文化啦、环境啦，或是周遭的他人的影响当中来脱离，千万不能跟着别人起哄了。我们说闻鸡起舞。基督徒要能够不受束缚的继续往前，如同保罗在给加拉太基督徒的书信当中提到的，不受犹太教的割礼的影响。
加拉太书第5章第2节到第3节，圣经这样说道：我保罗郑重地告诉你们，如果你们接受割礼，基督对你们就毫无益处。现在我再一次警告你们，任何一个接受割礼的人必须遵守全部的法律，因为坚持领受割礼，就必须要接受所有律法的捆绑，要去执行。基督徒必须要能够不受律法的束缚，来追求信仰，所谓的自由。因为呢，在律法底下的捆绑是毫无益处的。加拉太书第5章第4节到第15节，保罗又说道：想依靠遵守法律而得以跟上帝有合一关系的人，就是跟基督切断了关系，自绝于上帝的恩典。至于我们所热切盼望着的，是上帝会使我们跟他有合一的关系。这是圣灵的力量借着我们的信心所达成的。因为当我们在基督耶稣的生命里，在那个时候受割礼或不受割礼都没有什么关系的。唯有那以爱的行动表现出来的信心才算重要。你们一向都表现得很好，是谁阻挡了你们，使你们不再服从真理呢？这种劝诱当然不会是出在那呼召你们的上帝。俗语说，一点点酵母可以使全团的面发起来。可是我仍然信任你们，因为我们同在主的生命里。我深信你们一定不至于跟我有不同的见解。只是那扰乱你们的，无论是谁，将受上帝的惩罚。弟兄姐妹们，我若继续宣传割礼，为什么还要受迫害呢？我若这样做的话，即使传基督的十字架，也不至于成为他们的障碍了。我倒希望那一些扰乱你们的人自己去掩割。弟兄姐妹们，上帝选召你们，要你们成为自由人，只是不可用这个自由做放纵情欲的借口，却要以爱心互相服侍，因为全部的律法都综合在爱人如己这条诫命里了。要当心啊，如果你们像禽兽一样相咬相吞，你们一定同归于尽。基督徒被上帝选召是要成为一个自由的人，而不是继续接受律法的捆绑，更不是要借着自由而来的放纵情欲，反而成为情欲的奴隶。保罗认为最大的自由就是在爱人如己的诫命里了，不要受情绪情欲的捆绑，如同禽兽一样互咬互伤互斗，这些人呢就同归于尽。再一次的强调，一个在圣灵里得到自由的人，他不会受到周遭的影响，不会受腐烂自由的捆绑，而是愿意顺服圣灵的引导，爱人如己，容神益人。诗篇147篇第1节到11节，颂赞全能的上帝，要赞美上主，歌唱颂赞我们的上帝是多么美善。
赞美他是多么愉快，多么合宜。上主重建耶路撒冷，他招聚流亡的以色列人归来，他医治忧伤的人，包扎他们的伤口。他制定了新城的数目，他一一替他们起名。我们的主伟大全能，他的智慧无法衡量。他提拔卑微的人，把邪恶的人击倒在地上。要唱歌感谢上主，要弹竖琴颂赞我们的上主。他布云遮蔽高天，他降雨滋润大地，使草生长在山上。他把食物供给给兽类，喂养啼叫的小乌鸦。他不喜欢高头骏马，他不中意勇猛的战士，但他喜爱敬畏他的人，喜欢信靠他慈爱的人。感谢上帝赐给我们救恩，使我们因为圣灵而得自由。求主帮助我们能够胜过文化、环境、人们的影响，活出属灵自由的生命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